今仔另外佫讲到台铁的站务人员定定叫无理性的民众攻击。台铁产业工会早就回复讲，要增加铁路警察甲保全。工会今早起是搁再召开记者会，回复交通部就应该修法，针对攻击行为甲妨碍出勤的状况，都要派刑事的责任加重处分。伫嘉义台铁大南站内底骑脚踏车，8月这个阿伯因为伫车站内底骑脚踏车，互站务人员阻挡，率见小灯受气，动手拍站务人员。6月台北捷运也有旅客大声扫，搁要动手。大众运输的工作人员3不5时会拄到无理性的旅客攻击工作人员的事件。台铁产业工会讲，差不多每个月拢会收到基层劳工的反映。就列车长跟站务人员被这个旅客不论是这个施暴、殴打，或者是言语辱骂，光是我们这边收到的，可能大概1个月可能4到5件都会有。而且伫立委陪同之下，台铁产业工会、大众捷运产业工会等等团体斗阵召开记者会，针对大众运输工作人员惊拄到暴力事件，要求交通部、劳动部要参考妨碍公务法这款法条，严厉保护大众运输员工的法令。另外，工会也认为，雇主要负起保护员工的责任。职灾发生之后，那个危机处理的状况、心理的辅导，还有精神状态的评估。千万不要由基层人员去做承担，因为员工他是最末端的执行方，那整个制度的制定者以及明明有权限去这个补救这个制度的这个决定的雇主，他难道对这个整个事件的最后导致的这些灾难都不会有责任吗？台铁产业工会建议，修法应该加入若妨碍交通运输人员执勤，就要有刑事责任的规定。另外，因也希望公家要发闭路器。伫无监视器的执勤场所，也通互工作人员人份保障。在场立法委员讲，因会提出修法版本送到立法院研议，也呼吁主管机关交通部、劳动部要提出修法版本。记者郭林玉凯台北报道。